散居旁生虽然身在人间天际，但有甘受愚昧和比玉石的痛苦，如龙王遭受大红鸟的威胁及降临日鲨鱼的危害。这些旁生愚痴、呆笨、野蛮、剧毒等非常可怜，尤其是人间旁生，无有主人饲养的野兽等，横时处于恐怖畏惧之中，即便吃一口食物也难得安慰。他们遭受互相蚕食，或被猎人捕杀，或被猛兽吞食等众多危害，如药鹰吃鸟雀、鸟雀吃小虫等，都表明他们横是伪造互相残杀的恶业。有猎人们精通伤害残杀这些众生的技巧，如设陷阱、撒网骨、射火箭等，瞬间便可以愿他们丧命。有些旁生因为自己身体上所长的角、毛、皮等而遭杀，如为了珍珠，如同为了珍珠，才还什么？海贝。还什么？海贝为了牙骨杀大象，为了兽皮杀老虎、豹子、水獭和狐狸等，为了麝香杀獐子，为了获取血肉杀害野牛、野马等等，自己的身体成了自己遭杀的因，非常痛苦。主人所养的旁生，因为愚痴呆笨，屠夫手持刀剑来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丝毫也不知道逃避，还要感受如挤奶、托运、阉割、穿鼻、耕地等众多意识的痛苦。马牛等被上随于伤痕淋漓，仍然托运货物，比人起始。做不动时，主人就用鞭子拷打，或用石头打击，根本没有想过他们也有疲劳和病痛。许多犁牛、山羊、绵羊从小到老一直比主人使用，老的时候或比主人宰杀，或被卖给别人。但不管如何，都将被宰杀，自然死亡的几乎没有，感受无法想象的痛苦。感到遭受如此痛苦的众生时，当详细思维，观想如果自己遭受这些痛苦，那将如何忍受啊？所以我们应该对转生与旁生界的友情升起悲心。自己若有饲养的旁生，应仁慈爱护他们，甚至从引汉细微寒声，
无一不有同乐的苦乐的感受。所有这些旁生也无有一个未曾做过自己的父母，应当对他们升起慈悲心，以圆满加行、正行、结行而修持。好，那前面所讲的也同样的，所以这个可能前面的部分呢，就是不必太多的解释吧，因为相当就是这个就相当我们所看到的善趣的出生，就是那么就是行趣就是要一起住在大海里面以外的，还有分散出来的一些出生。出生道本身就是有两个旁趣跟那个善趣，善趣来说到就分散出来的，我们在人类的跟还有天塔的一些动物，那么实际上它虽然在人间也是一个出生一个动物，所以就很多都是相当就是很多的野生动物，它们也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当然就是我们从有人类就是要抚养的这些牛也好、马也好、羊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就是相当就是在一个游牧民族来说的话，就是靠那些生活的情况下，那也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宰杀等等的一些，或者是使用他们的一些让他们痛苦，但是没有主人的这些，相当就是在野生动物来说的也是，而且有的很多的时候也是比这些家养的动物更加的痛苦。那么就是如果是一个人类收养的那些动物来说的，也是会经常是长期是照顾的，当然也是靠他们为生活，但是他们也是靠主人为生存一样的，就是相互有一点这样的一个依赖的一些怎么说呢那个依赖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就是没有主人的这些动物来说的，那就是更加的痛苦。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不管是怎么样子，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间当中来说的，也是那饥饿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你，然后就是感受到那种猛兽的这种追杀或者是疼食的时候，也没有人管你。所以呢，他们就是仅仅是吃一口草的时间，也是心是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心是没有办法那个安静下来的，所以一直不断的在痛苦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都是非常的痛苦。那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我们只知道这些的痛苦也没有用，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为他们应该要做什么。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人我们人类也有很多的痛苦，在后面会讲的，但是呢就是跟他们的痛苦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一个人，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把握我们的下一世会不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众生，这个是重点。所以必须得有这样去想到以后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虑，好好的去修持这样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听多少就知道众生的痛苦也没有太大的用，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呢就是平常就是在长期那种食用那种海鲜，各种各样的海鲜，然后就是尤其是在活生生的很多的海鲜动物，那些都食用的那些人类来说的话，也是他们肯定也是知道众生的痛苦，但是他们只是认为这是就是应该的，以这种的想法。而且是有些活的动物就是一直在相当就是在那个放在自己的这个餐桌上的时候还在动摇的那些众生，然后就是自己就用筷子夹，然后就是放在自己的嘴里的时候，都是觉得好像就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感到幸福的那种感觉的。那么这些他们来说的话，就知道众生痛苦呢，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低级的动物。低级的动物是我们人类是高级动物，那么人类是高级动物的话，就使用低级动物是很应该的，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我们呢就是只是知道这些众生的痛苦也没有用，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跟众生之间的关系，而且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类的几十年的时间过了以后能
决定我们要去哪里吗？我们能够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体形体，这个来说呢就非常重要。这个我们自己要问自己，而且去思维要反复的去想的话，那么这就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在三恶趣中，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感受剧烈的而漫长的痛苦。他们愚昧无知，无有正法的光明，一切所谓唯有成为恶趣之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是非常的痛苦。有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所有的众生，当然最终轮回的因是无明，更加的就是在出生道的众生是非常的笨，非常的愚痴。所以呢，在整个的一生当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会造去恶趣的因，没有办法造任何的能够可以去入怎么说呢，善趣的因。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说呢，就我们必须得要感到我们的这个下面人生是多么的珍贵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话，那这个里面痛苦是一个事情。他们如果是这么痛苦，但是呢，他们所谓的痛苦是真正的能够可以解决他们的这些永久的问题吗？相当就是我们在修持佛法的过程当中，经过一个短暂的苦修，能够得到究竟的果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般，经过6年的苦修，然后到最后得到了证悟佛果一样的，有那种的怎么说呢？那个结果的话，那他的痛苦是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但是这些众生都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怎么样子的一个痛苦，也是一直的痛苦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在造业。所以相当就是在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为什么不断的造业呢？因为心里就是一个众生再笨也是我执是存在的，所以为我好这个是存在的。所以任何一个时间，比如说被其他众生怎么说呢？那个吞噬了他也是会产生很大的嗔恨心。所以呢，因这个嗔恨的原因，也是会堕入地狱的。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的过程当中，都是会造很多的越来越怎么说呢？进入恶趣的这种因。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办法能够可以造善趣的因。那所有的众生当中，那是不是也有些众生在曾经的佛的故事里面，有些众生呢就是发了大愿，然后就救了很多很多的出生众生，然后就获得圆满的这种怎么说呢，证悟的然后获得圆满果位的那种众生有没有？也有，但那些一切都是为了要度化相同的众生，都是活菩萨的转世。相当就是一个乌龟呢救了500个商人的这些的故事。像比如说一个乌龟呢就是救了500个商人，500个商人在坐在船上的时候，就船呢就行海的时候呢，他就是让500个罗汉坐在他的背上，然后他就送过去到了边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累的时候，他休息一下就睡着了。一睡醒的时候呢，看到他的这个身上就是无数个蚂蚁都是在食用他的身体。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虽然痛苦，但也是他不想
让那些蚂蚁死，所以呢，他也没有进入大海里面，所以就是在相当于是从我们实践的语言来说到，就牺牲了所以就自己就牺牲了，然后就作为他的血肉跟生命的故事一样的，这些故事也是有。那么这些来说的话，就是少数的，就是本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去度化那些恶趣的众生的。那这些来说的话，就是非常少数的，非常少数的所以大部分的其他的所有的众生来说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能够可以在取到那种善趣的造这个善趣的因缘的机会。如果生到恶趣后难以解脱，我们自相续中今生或他世一定造了许多转生恶趣之业，因诚心忏悔以前所造的恶业，发誓忏悔忏悔的部分来说的，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我们今生所知道的业力跟我们不知道的过去是我们在做人类众生的时候，或者是做那个出生道的这个出生众生的时候，等等，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就所造的一切业力呢，就是一定要忏悔。忏悔后一样也是发愿，今后不再造恶业，而同时也是要精进的修持佛法。如果是我们只是想过去的忏悔就可以，然后不需要再发愿的话，那也没有用的，没有太大的用。发愿了以后，我们不去精进的修持的话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就是所发的愿，按照这样所发过的愿一样精进的修持。那么发愿是什么呢？发我们那个过去生苦役三门所造的一切业力，要能够可以清净消除，以这样来忏悔完了以后呢，今后再也不要找这些业以这样的发愿。做完这样的发愿以后呢，能够可以在过去的罪业能够可以消除清净，而且今后能做到能够可以圆满功德的方式是精进修持佛法。对于身在恶趣中的众生升起强烈的悲心。如果是对这些身在恶趣中的众生，我们没有强烈的悲心的情况下，我们感受不到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众生，众生跟众生之间相互都是成过父母跟小孩的关系的，这些方面也是没有办法产生，这些的感受也没有办法产生。这些的感受没有办法产生的情况下，最终就是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没有办法产生出离心，没有办法产生出离心的情况下，我们的修持是不会圆满的。自己三时所记一切善果，都回向身在恶趣中的这些众生，愿他们能从恶趣中解脱，并观想我如今只遇到大乘正法，有了行持承办自他恶利正道的机缘，所以应发心刻苦求法精进修持，将来接引恶趣的所有的众生到清净刹土。愿上师三宝加持我获得此能力，并祈祷上师本尊发誓念诵等，如此善根也回向众生，以回向等三殊胜摄持而修持所以就有这样那个发心正信结行等三殊胜的方式来修持。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听一听
这些众生的痛苦。那么我们跟众生现在相当就是当下，我们是一个人类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当下，跟大海里面的一只大的鲨鱼也好，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众生也好，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像比如说他的感受跟我的感受有没有关系？当然当下是没有什么感受上是各自有各自的感受，所以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都是众生，但是他身在大海里面，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决定说我下一世不会生在大海里面。这个我们重点就是这里，六道轮回，本身就是苦海，但苦海当中来说呢，也是有最痛苦的地方和稍微能够可以在安乐的地方，就这就是有六道不同的分别，就是从天道到地狱之中呢，就是痛苦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今天如果生在地狱中的一个众生来说呢，就没有办法不痛苦的，因为需要那么长时间的感受痛苦，因为过去已经造满了这样的一个业，所以必须得要痛苦，所以你投胎到地狱道。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作为人，也是过去有一种圆满的福报，才是成为了人。但是这个人类众生当中来说的，我们佛教徒经常说，有下满人生的人才是最有福报、最难得、最殊胜。原因是什么呢？有下满人生才是可以能够摆脱所有的这个生老病死。如果是除了下满人生以外呢，其他的人类众生也是可以造严重的这种恶取因，所以并不是说都是非常的殊胜，也并不是说非常有福报。世间人认为人类是一个高级动物，人类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但是实际上来说呢，没有修善的人来说呢，就是造业会更严重的。所以呢，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能够可以在这一次一结束生命的时候，直接可以能够进入地狱的这个因，都是比这些畜生的众生跟恶鬼的众生造的可以更多，而且是更快速的能够可以造完所有的就是能够下地狱的这个因，所以就是人类众生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就去从多种方面去想，我们得到的这个下半人生是多么的殊胜，多么的珍贵。若有人想生在三恶趣都是痛苦的本性，那善趣是安乐幸福的吧？实际上善趣也无有安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相当就是人天的这个国位来说到，就觉得在六道当中呢是没有错，就是最幸福的地方，但也是这个人类的这个幸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幸福？那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到就最清楚的，它是一个究竟的吗？或者是一个很圆满的幸福吗？等等这些去看。